喺群體入邊嘅行為真係可以好奇怪，甚至講佢可以係會決定唔做嘢啦，大家卸膊啦，又或者有人鼓勵之下咧，佢會做英雄啦咁樣。咁今次咧就講下咧，人咧喺群體入邊咧都有一個好強嘅順從性嘅，尤其係青少年。例如睇緊一個演唱會嘅時候咧，大家即係身邊嘅人咧都喺度唱緊嗰首歌，哼緊嗰首歌，企喺度舉手，企喺度嗌嘅時候咧，你自己一個坐咗喺度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自己好另類、好奇怪。又或者你睇足球比賽，喺現場睇足球比賽睇人踢波嘅時候，你着住嗰套衫同大部分人着嗰套衫咧係唔同，你直情連坐都唔敢坐喺嗰度嘅。呢種現象咧，我哋叫做冇個性化。個人嘅意識咧就會變得非常之淡薄。咁冇個性化之後咧，其實你會更加大膽去做一啲平時怕醜唔敢做嘅嘢，例如就係叫咯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